坤大武功，再次热烈掌声欢迎大家一起收看。尊敬的高铁老师，以及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朋友们，大家早安。早安。很感谢我们这个慈悲开示，把读经的重要讲给我们听。那么也感谢真的圣堂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让我们来举办第238期读经教育师资研习。第238期，它代表的意义就是儿童读经在台湾已经走了20年。我曾经请问过王才贵教授，漫长的20年，在推广读经的路上，您是否曾经觉得累呢？他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坚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并且他自己很清楚、很明白，那是一种幸福，一点都不累。王老师为了我们大家的孩子，他已经坚持了20年，而至今他的热忱是丝毫未减，这是我非常敬佩王老师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一起要来关心孩子的教育。教育做好了，不仅仅是孩子得到好处，也为家庭带来幸福，促进社会的和谐繁荣，甚至它关系到整个地球。很多人意识到这个地球已经被严重破坏了，所以垃圾要分类，不要乱砍，不要乱建，一上来吃素，做环保，救地球。其实，地球被严重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心的败坏。把人心救回来，把人性找回来，地球就不会被破坏了，地球就有救了。我们认为，目前这个社会这么的动荡，人心之所以这么的浮躁，这都是由于我们脱离了经典的熏习，没有承接圣贤的智慧。所以，读经是对的，是重要的，而推广读经是迫在眉睫。我们想要让大家都来读经，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加入推广读经的行列。所以我们经常到处举办读经教育讲座，举办读经教育的师资研习。今天各位来参加这一天的研习，表示大家都很有智慧，很有福报。因为您听懂了读经教育理论之后，您的家庭幸福，您的人生是彩色的。所以先用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我今天会把我对于读经教育理论的了解，毫不保留的，一点都不保留的，来分享给各位。我先调查一下，已经听过读经教育理论的朋友，有几个人？听过的有没有？好，请放下。有些还在考虑要不要。听过读经教育理论之后，今天来听演讲，那是对的。因为读经教育理论力度，它肯定绝对是不够的。王阳明先生他说：“急之极小，真知必然真行。”假如你听过读经教育理论，却没有坚持大量读经，就表示你还没有听懂。你真的听懂了读经教育理论，一定会迫不及待的陪着孩子大量。我认为读经教育理论，你至少要听2、3遍。我的意思是最少要听5遍以上。
通常你听第一遍的时候，会觉得读经好像不错，听了第二遍、第三遍，会觉得读经真的不错，很重要，会赶快让孩子读经。等你听了4遍、5遍以后，你不仅仅让孩子读经，大人也要来读经，因为这时候你已经知道经典是人世间的珍宝，从0岁到100岁都可以来读。在不同的阶段来读它，会有不同的体会，各自其他的妙用。这时候你对圣贤、对经典会起恭敬心、感恩心，你会有一股热忱，想把读经的好分享给周遭的亲朋好友。你会想陪着孩子读经典，那个亲子共读经典那个幸福感，把它分享出去，于是你就成为一个读经宣导。所以今天回家之后，在各位的教材资料袋里面有一片光碟，里面有王老师的2场重要演讲，一场演讲百年震撼，以及读经教育的全程规划。你把这2场演讲尽快把它看3遍以上，一定对大家未来读经的路上更坚定信心，不会退转。我们推广读经，在两岸面临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普遍家长思想观念偏差，很难导正。很多的家长过度崇拜西方理论，或者是人云亦云，把读经只是当作一道点心，可有可无。所以只要遇到一点点挫折，有家人有长辈反对，就没办法坚持，就放弃了，真的很可惜。所以今天上午我们要先来探讨一下经典跟我们人生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经典的价值意义在哪里？我先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念初中、念高中的时候，为了想要考试拿到高分，我曾经很用功的熟背了好多的课程内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大部分早就忘光了。有些是当时考完试就忘掉了，但是我读过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几十年来没有离开我。很多的经典文句，我到现在依然是可以朗朗上口。经典它总在恰当的时机会跳出来，会影响我的行为。因为经典它是活的，它能够内化，它能够起作用。很多的给孩子读经的家长，他有一个同感。以前一看到古文就头疼，觉得文言文太难了；一看到子曰，他就皱眉头。但是现在就发现，原来经典离我们不遥远，并不是那么的遥不可攀。其实经典里面的每一句话，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可以做到的，可以落实的，并且哪一句话你把它落实了，当下你就会觉得很快乐。我们研习经典、读经典，就是要开启智慧。换到后面去做好，坐后面的。我们读经典、研习经典，就是为了要开启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得深、看得远、看得广，知道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什么是真，什么是幻，让我们能够洞察人生。像佛教的心经，他也讲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故一切有为。他是讲照见，不是讲看见。为什么？因为看见是在一个平面的角度，会有阴影，会有死角，会让我们看不清楚。
会被骗人。一般人看见的都是五蕴不空，所以产生的痛苦和烦恼。如果我们有一个高度的照见能力，往下一照，就了了脱离了，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空不是没有，是无常，是讲它不究竟，不永恒，它带不走，所以就不会有那个贪求之心，不会一直想要去抓取，就不会因为得不到或者不满足在痛苦烦恼，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得到大自在。如果你能够知幻、事幻、使幻，那么就可以去赚钱，但是不会被钱赚走生命，不会被钱赚走道德、良心、友情、亲情。钱从左手赚进来，把自己、把家庭照顾好，有多的就从右手流出去，流向光明，流向利益众生。我们就会用智慧来使用钱，不会变成钱的奴隶，不会是一个守财奴。所以，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如果走的时候境界比来的时候高，这一趟人生就没有白来。走的时候境界比来的时候高，那么境界要怎么样提升呢？告诉各位，你只要把任何一本经典，特别是《论语》，你读它100遍、200遍、300遍，你就会知道自己的境界提升了多少。你有了智慧的高度，就比较容易找到幸福。所以，不仅仅是让孩子读经，大人要不要读？大人要。我们人有一双眼睛，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但是却看不到自己，所以常常要拿镜子照看看自己脸有没有脏，把脏去掉。而经典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读经是看看自己的心里头有没有肮脏，照照看自己的思想见解清不清净。所以为什么要读经？因为读经除了可以培养我们的人文素质，提升语文能力之外，最重要的是经典是记载圣贤的智慧，它可以启发我们内在本质具足的良知良能，就是找到我们的光明，然后用光明来引导光明，引领我们找到人生的正确方向，迈向高等心灵世界。这就是经典的价值，这就是经典和我们人生的关系。不是让孩子读，是陪着孩子读，其实是孩子在度我们大人，不是为了孩子你这辈子大概错过了多去读经典，所以读经典是全家共读，亲子共读。今天是礼拜天，各位可以来参加1天的课程，表示大家都很关心孩子的教育。那么我请问，您期待您的孩子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呢？您期待您的孩子将来成为怎样的人？期待他品学兼优，有竞争力，将来会赚钱。你希望他懂得感恩，将来会孝顺。